在49日之内若轻易施法，你就会遭到反噬。雨神大人，快说快说，龙王飞在行雨区做什么？龙王化作龙形在天上，他是想要干什么？我这不是才问吗？不清楚，我带我的手下观察他好一阵子了，他就老大一条龙，动也不动地搁在那儿。这冲动的家伙，不是跟他说过，用灵力化回真身是会遭受反噬的吗？我猜他一定是打什么坏心眼儿，想找机会干扰我行雨。雨神莫担忧，龙王要是干扰你行雨，恐怕会直接登门拜访，而非现在这种举动。那他总不可能吃饱了撑的没事干，飞到天上看风景吧？这么做，一定有什么目的。若我猜的没错，他应该是在帮谁挡雨？帮忙挡雨。好啊，我让雨下得再大点儿。他又不怕水，你下得再大也没有用啊。那雷雨交加，顺带闪电。哎，你这是反雷，又不是天雷，等于帮他挠痒。哎，以你现在的身体，恐怕连反雷都受不了吧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最希望看到星学院了。刚才是你吗？下回别淋雨等我，我将军府不缺雨伞。在49日之内若轻易施法，你就会遭到反噬。龙王，你的灵力怎么如此虚弱？你是不是又滥用灵力遭反噬了？安静一点。哎呀，龙王啊，龙王，你别再滥用灵力了。陈月那边谁害他，我会看着。你看看你现在，